一直有网友和我推荐说小芳的咸水鹅更好吃，那么今天我来打卡了，顺便呢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小芳的他爸爸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吃了。哦，他爸爸的时候就开始吃了。哦，对，来再配了你去米。后面配这个的工具。我儿子小了。你儿子小了啊？小时候就开始吃到现在。哎，现在鹅几岁了？啊，这样子的。都是脸那说明他家鹅真的很好吃啊。现在我顶着大太阳在排队，可以看到我后面还是有很多人也在排队。那么看到来来回回的有很多人路过，都是在买他家的咸水鹅，说明他家的味道应该不错。张家港过来，那肯定买的多送人的。对。直接把它。给我来半只鹅，来2个鹅翅。鹅能帮我剁2个盒子呀？可以的。嗯。这个51啊。啊，那个，再来2个鹅翅。 2个鹅翅。嗯。还有鹅胗。几个鹅胗？1个。那么再拿2个鹅头。再拿2个鹅头。可以。哎，我们不好意思啊，这个12块啊。就啊。这个绳子。嗯。这个14。啊。2张等于30块，拨过去。不是，再拿1个干给我。嗯。91、90块了。算90啊。嗯。鹅头，阿姨要帮我172，切个对半啊。到了。美女，你的翅膀放哪里啊？翅膀放额外放吧。啊。好的，跟你放，跟它放在一起啊。翅膀就是剁那个长的嘛，不要剁短的。好的，只能放口袋啊。再给我1袋鹅汤。可以。好，小妹过来吧。好嘞。哦，我到这边来了。嗯。啊。你们一般是卖到中午几点就结束啊？会卖完啊？11点多一点就结束了啦。下午1点1刻再来。对。嗯。那个里向上不的？那个里向。那个里向上不的？这个是第一次噶。哦，那个。那个里向是不长熬的了，看。小心。好，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终于买到了。现在我已经到家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今天买了鹅胗、鹅肝、鹅头、鹅肉。那么今天我总共排了40分钟的队哦，一点都不夸张啊，人超级多的。我赶紧尝了一下，他家的鹅汤呢比较清爽，比小米咸水鹅的这个口感呢偏淡一点点，鹅肉呢也一点点的不柴，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喜欢苏州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